1984年，风流才子唐伯虎以别出心裁的动画片头，开启跨时代的崭新篇章。勇敢创新的杨丽花不只保留了传统歌仔戏的精髓，更发挥创意，带给观众无限惊喜。哼，管你什么武林江湖，大名鼎鼎不着本少爷，算伊好分行啊！我要将你予伊，叫我师父跪地求饶，世来认输。杨丽花出演的歌仔戏高达140几部，部部精彩，拍案叫绝。在传记类歌仔戏《年羹尧新传》当中，扮起清朝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少年时期的调皮捣蛋，活灵活现，更直接把活生生的鸟儿放到肩膀上。在1984年的花月正春风中，突发奇想，找了一只老虎到现场对戏。他的勇敢与创意，带给观众一次又一次的新鲜感，却也让现场所有工作人员吓出一身冷汗。我跟动物一起拍的时候，他当然一方面呢，又展现着非常的这个自然的，跟动物很和谐的这个友善的这个演出，这个表演。但是呢，私下当然也有一点害怕。导演他去找这个制作助理找这些真正的老虎来，然后要怎么避法，然后我们当然会配合整个的这个剧情啊，因为老虎不一定全部听我们的，所以啊也非常小心的处理才比较安全。我本是小命中花，个人独己是寂寞孤单。今夜我有你来作伴，也寒天也袂是感觉畏寒。2019年台视播出的电视歌仔戏《忠孝节义》，再度将电视歌仔戏推上8点档，同时挑战观众的眼球革命。歌仔戏就是 CP 组合嘛，大家就是看男女主角嘛，女主角是只鹅，你知道那只鹅要怎么表现吗？它必须要跟我会有对话，然后会跟我会有互动。我头只要我的眼神在哪里，他的头就要在哪里。我觉得这一次最难应该还是在虚拟生物，因为虚拟生物其实是你要把一个3D 的动物放在跟实拍的角色做一个结合的时候，那个表演是最难。伊迄个过去的迄个影片，若要放袂放啊，真花。伊即马就以这个科学这个电脑，吼，搁去甲定制，甲定制。这个我来过1000册，啊，真侪观众常常嘛伫看，讲啊有影，即马拢每工有伫播出，播甲互观众永远都袂记个歌戏。所以咧，我希望讲，伫咱台湾这个歌戏袂用个无诶，这个歌戏正讲是咱的传统。除了剧目特效推陈出新，《忠孝节义》的主题曲也由杨丽花亲自出马，邀请歌坛天王萧敬腾和天后阿令献唱。忠孝节义没有，我们的教育就没有了，对不对？嘛是爱继续，希望讲咱这个社会爱好歌戏的人，甲多来支持啦。台视60年由杨丽花担任艺术总监，陈雅兰制作的大戏《嘉庆君游台湾》，戏剧创新，处处用心。首集就使用300多颗特效镜头，结合卡漫，不断地为传统戏曲增加新的火花。人生有缘有福气，万行因果皆有时。用心计较无依靠，不如下来看好戏。
因为咱即卖电脑进步嘛，咱都爱利用电脑来做。像讲过去要拍戏，要拍实景，你就爱去登山大陆去拍。咱无法度通去，咱即卖利用即个电脑来做，比去现场拍佫较水，佫较方便。是前早爱开支较济，所以即个开支就嘛是爱克服啦。我的一向就是讲，若无真好的戏，无拍甲真精华，倒不如唔通。咱就有把握的时，再继续出来拍。若无有目共睹啦，应该观众拢知影，我也袂去白菜。无个真心，无个真好的戏，我一定无推出。亚兰应该伊有法度接我的棒，是讲，我常常即句话嘛讲。小花连盆，小囝连孙，继续搁甲阮捧着。嘉庆滚游台湾，这个戏是真创新啦。伊也内底吼，对戏什么拢总有后笑亏。但是这个故事咧是英俊啊写，伊蛮创新，后笑亏啥吼，喜乐哀乐拢总有。不止创新，为了传承，杨丽花更在1981年开办台湾第一个歌仔戏演员训练班，对外公开招考，首期学生有纪例如潘丽丽等人。不怒而威的杨丽花言教身教，带领更多人走进歌仔戏的世界。它是一种有爱心的教导，对，除非说事后你真的犯了不可原谅的错，他才会发脾气。那其实很少了。40年前，他就想要把歌仔戏传下去啊，不然他为什么要招生？不然就没有我们第一批的学员。然后再来5年后第2批的学员，再来在3年后又第3批，他就是想要这样子的传承下去。只是因为整个大环境的关系，其实我不能说歌仔戏断层了，但是确实跟年轻人是有一段距离。因为你电视上没有推广的话，就是越来越少人看见。小妹，我是大哥掌柜啊！我唔相信，你买我过来爱看。开班授课马不停蹄，一辈子和歌仔戏都密不可分的杨丽花，看着歌仔戏文化逐渐失去往日光环，忧心出现人才断层，于是2017年举办《我是杨丽花》接班人全台海选，参赛选手依循古礼向杨丽花跪地拜师，感动画面让无数观众热泪盈眶。这一次学生他们能力很强。这一次故意到北中南去，第一让观众认识他们，第二让观众肯定他们的才华。没有人抱，我先抱。一份深深的拥抱，是一种传承，也是一种延续。歌仔戏国宝杨丽花誓言将歌仔戏文化流传下去。他说他啦，活到几岁都是要为歌仔戏而活。曾经捌诺言，诺言讲，我若会当活到80岁，我也是要演到80岁。将歌仔戏视为一辈子的责任，杨丽花总说自己就等于歌仔戏，在传统与创新兼具的同时，贡献传承是她一辈子的使命。过去杨丽花歌仔戏一推出总是轰动全台，许多人都经历过假崩溃寡喜的回忆，至今仍有无数死忠的粉丝继续支持杨丽花歌仔戏。从1966年开始，一直到2019年初步估算，杨丽花在台视演过的电视歌仔戏超过140出。她说她这一生从未离开台视，从台视开播，她就与台视形影不离。一直到台视60周年，杨丽花担任嘉庆君游台湾的艺术总监，继续陪着子弟兵陈雅兰在台视推出创新的电视歌仔戏作品。对于全台湾的观众而言，杨丽花就是台湾电视歌仔戏的活历史。台视60璀璨年代，带您看见台湾电视史的一页传奇与经典节目。